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amptons Joyce。今日咧，我哋嚟到倫敦西南邊嘅 Surrey。我哋今日咧嚟睇一個有13個獨棟別墅嘅 development。呢個 development 咧叫做 Collins Park， 位於 Surrey 嘅中心位置，距離最近嘅火車站 Sutton 揸車10分鐘。我哋一齊入去睇一睇啊！我哋呢間屋嘅實用面積大約係314平方米，上下2層設計。一入門左手邊呢，就係我哋嘅 Polder Room， 平時賓客使用都非常方便。而右手邊呢，就係我哋嘅衣帽收納區，入牆櫃全部都已經做好咗。嚟，跟住一齊嚟睇下我最中意嘅空間——廚房同客飯廳。大家可以留意到，成個空間係一個層層遞進嘅設計，由廚房中島開始，去到餐桌區，再到客廳沙發區，最後就係外面一望無際嘅園林景觀。想像一下，每日喺度煮緊飯，望住咁靚嘅綠化景觀同遠景，真係好寫意。尤其係呢個位置，望出去就係大片花園。平時坐喺度，只會聽到雀仔聲、微風吹過樹葉嘅聲音，完全感受到英式鄉郊生活嗰種寧靜。而喺客廳右手邊，仲有額外嘅休閒空間，裏面仲設有一間 study room， 無論係日常處理工作、居家辦公或者小朋友溫習都非常方便。不如我哋上樓睇下睡房區啦。上到2樓，全屋一共有4間睡房，其中2間係套房設計。主人套房更加已經配置好醫保間，而且擁有全屋最靚嘅花園景觀。由呢度望出去，黃昏時分仲可以欣賞到日落景色。而家我哋再睇下另外2間房，呢邊係其中一間套房，空間非常寬敞，而且採光充足。至於呢一間就係兒童房，環境非常舒服。